订阅本频道，然后找储存的播放清单。储存的播放清单里面有看网站架设、免费资源、台湾庙会，还有影片剪辑 AI 人工智慧研究，很多台湾庙会的很多资源。累积了这么多资源，只要把它储存到媒体库，就能够变成已储存的播放清单。进入自己的频道，然后找播放清单里面已储存的播放清单。自己的是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。